由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甲國家圖書館合作，推出共享蒼穹中文古蹟甲文化交流的世界主題展。在113年國外馬來西亞首次展出以後，114年巡回國內。這屆在清大圖書館是國內第4站的展出。展出的內容除了精選國家圖書館典藏的經典古蹟，有充滿故事的古蹟複刻本、金剛經，以及一古早藝術作品的小冊等珍貴的藏品。這一個展覽的話，最主要是因為它主要是把國家圖書館裡面很重要的，而且一些很珍貴的古籍，然後他透過這些古籍裡面的內容來看，在當時的時代，我們的國家到底是怎麼樣去跟世界去做交流。那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展覽裡面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國寶，譬如說像《金剛經》，這個是第一本最重要的一個木刻的一個朱墨的那個佛經。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一本很小的書，那是那時候考試的時候我們笑說它可能是作弊的一本圖書。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藥學的圖鑑等等。所以在這邊的話，其實可以在南部的地方，我們可以去看到普通看不到，它是典藏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的一些重要的典藏。在展覽開幕當天，國家圖書館的館長王涵清嘛特別南下，會中還安排特種文獻組的主任甲助理編輯來導覽。其中國家圖書館將重要的古蹟內容、當時的國家甲世界交流，畫做100長達9公尺的古地圖。另外，清大圖書館嘛融入了親子的活動區，有手持甲拼圖等，以及紙張的活動。在展覽期間，主辦單位還安排2場的專題演講，歡迎校內外的師生甲民眾攏會用踴躍參加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